原配抓住小三，抓到大街上，当众指责教训小三，小三低头默认。原配随后直接连扇小三几个巴掌，小三就这样衣着单薄，在寒风中忍受着原配的折磨。此时此刻，小三头发凌乱，面红耳赤，小三的后面还围着几名女性，小三看起来非常可怜。原配仗着人多非常强势，小三单身一人。